自学2025年1月17日，每日成安宫读经，培育的世代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利未记17章第10到16节。上主吩咐摩西讲：你着对阿伦甲伊的囝，以及以色列众人宣布上主命令的条例。所有以色列家的人，无论伫营内营外，杀牛犅、绵羊，也是山羊，若无先牵来会幕门口，伫上主会幕的头前献互上主做礼物，杀精生的罪要归伫迄人，因为伊有流因的血，迄人着对人民中间激出。因为以色列人捌伫野外杀精生献祭，他着将精生带来会幕门口，交互祭司献互上主做平安祭。祭司着将血溅伫会幕门口上主的祭坛，将油烧做芳芳的祭献互上主。以色列人毋通搁献祭互因行邪淫敬拜的山羊鬼魔。这要做恁世世代代永远的规例。你着甲因吩咐，所有以色列家的人，也是寄居伫因中间的外族人，献烧化祭也是祭物，若无带来会幕门口献互上主，迄人着对人民的中间激出。上主讲：所有属以色列家的人，也是寄居伫恁中间的外族人。若食血，我要对迄人变面，甲伊对人民中间激出。动物的血才有生命，我将血互恁，是要用这个血伫祭坛顶为恁的性命赎罪，因为血是性命，会当赎罪。所以我对以色列人讲：恁拢袂用得食血，寄居伫恁中间的外族人嘛袂用得食血。所有的以色列人，也是寄居伫恁中间的外族人，若拍力得到未食得的白鸟甲走兽，着甲伊放血，用土甲血牵起来。所有的动物血是伊的性命，所以我对以色列人讲：无论什么动物的血，恁拢袂用得食。因为动物有血才有生命，食血的人一定着受激出。若有人食自然死，也是互野兽拆理的动物，无论是在地人，还是外族人，拢是无清气，着洗伊的衫，洗身躯，到日落才清气。毋过，伊若无洗衫，无洗身躯，着对家己的罪负责任。培育的世代，利未记17章的重点，不在献祭地点是伫荒郊野外，也是圣墓门口，是在伫献祭对象是毋是永生上帝。亲像约翰福音第4章29到24节所记，耶稣对雅各井边的撒玛利亚妇人人讲：不过时得要到，现在就是。真正敬拜爸的人，会用心灵甲真诚敬拜，因为爸爱即款的人敬拜伊。上帝是神，敬拜伊的人着用心灵甲真诚敬拜。虽然以色列人一再背逆上帝，上帝还是将赎罪恩典赏赐予伊的子民，犹原对因施乐慈爱。为着要互因远离上帝所厌恶的一切异教恶行，因为安尼，上帝所喜悦的敬拜，并毋是在地点，是端看人内心所敬拜的对象，是毋是真正是永活的上帝。以色列人的问题，并毋是无敬拜上帝，是因毋单单敬拜上帝，也祭拜山羊鬼。希伯来原文是
山羊港合合本2010年版译做《山羊鬼魔》，搁拜家己著作的金牛仔偶像。为着安尼，以色列人诚侪上帝眼中悖逆的子民。根据考古显示，古代近东地区的国家，特别是以色列人寄居过的埃及和巴比伦，拢有山羊偶像崇拜。这说明太祭牲的条例为甚物规定献祭的牛羊必须踮圣墓门口刣？因为安尼才会当表明这是献予上帝，毋是献予鬼魔。咱献予上帝是真诚的敬拜，或是凊彩应付的例行公事。加入教会团契，是毋是单单为着扩展人际关系，踮同运站报销？咱是毋是听见上帝的命令，照伊的话遵趁？咱检有过类似撒玛利亚妇人人伫雅各井边甲耶稣会晤对话的经验无？相信所代表的意义是愿意随时瓦靠，事事放手。真侪人认为，成做基督徒真简单，只要心相信、嘴宣认，就当得救，其余的教导一概不管。安尼简化的相信，好像演变做通连接出入救恩之门的入场券，互规透天祭拜无数、充满禁忌束缚的民间宗教信仰者，喊法真是伤省事。教会应该爱调整福音宣扬的方式，帮助信徒进入更较深的真实敬拜。武汉新冠肺炎疫情了后，各种实体聚会渐渐恢复中。现今有一寡基督徒还沉醉伫线顶聚会的便利，有一寡人对人际接触产生恐惧和担忧。这个情形，互真侪教会实体聚会的人数大幅降低。迟迟无法度回升到疫情进前的境况。若是长期有主日礼拜直播的教会，也明显每一个主日增加一寡上线的账号。有一寡人搁较是伫各大教会的线顶聚会游说，诚侪教会的修灵人口。若是对人际接触的担忧和报复性旅游的心态，也互袂少基督徒对实体教会生活中分离出来，袂禁得互人感叹：袂阁转去啊！值得省思的是，安尼的敬拜是献予谁呢？默想，我真正诚心相信上帝的救恩已经临到我是无？我敬拜的核心是上帝，还是家己期待的想事？我真正诚心相信上帝的救恩已经临到我是无？我敬拜的核心是上帝，还是家己期待的想事呢？咱来祈祷。主啊，愿你常常提醒我，爱用心灵和真诚敬拜永活的上帝，谨慎家己，袂互其他偶像取代上帝。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祝福你，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